立委陈廷辉邀集经济部商业署、市府财税局以及经发局等单位前往西门商场会勘，希望改善现有的环境问题。陈廷辉讲，西门商场是中南部上大的部庄，相当有历史。近期西市场古迹已经重新开幕，但如何将西市场、西门商场的故事呈现，这是上重要代志。今天邀请商发署、经发局还有我们的财税局，因为咱这个西市场的暴增是属于咱财税局的这个所管辖的范围吼，所以我们邀请这几个单位跟我们的这个会长然后理事长一起过来，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把这个故事呈现，用一个历史廊带、历史光廊的一个概念，把这个故事不讲真呢。足侪囡仔，包括因为我细汉伫遮大汉，所以我较知影。毋过足侪人是毋知影即个暴增的故事，甲即个西市场的故事。所以咱要安怎甲即个暴增的故事讲互大家听，甲西市场的故事讲互大家听。我相信这才是上重要。尤其咱是中南部上大的暴增，咱一定要甲即个位阶提悬。把每一个人知影这个记忆，我相信这个才是我们台南历史400档，咱咧讲故事当中一个最重要的阶段。西门商场发展协会理事长叶素如表示，商场是有92档历史的历史建筑，大约有41间店家，大多是以布庄、服装材料为主，每一间拢相当有特色。或真侪来遮踅街采购的民众，就亲像是行入去时光隧道同款。在地店家希望环境再造时，会当修旧如旧，保留历史样貌。我们西门商场呢是有92年的这种日式建筑的传统商场，那里面大部分是卖布料，那还有一些百货。现在里面有咖啡厅跟民宿，还有一些那个服装的相关业种，所以喜欢手作、喜欢自己动手的人来这边就是他们的天堂。那里面的商品非常多，所以来这边好像挖宝一样的感觉。那重点是我们的建筑呢，让人家有这种走进来西门商场，好像进入时光隧道，有一种慢活、愉快、温暖的氛围。希望的改建就是说，保留历史原来的这个样貌，然后做细部的这个整修，让商场呢感觉更加明亮通透，然后让它感觉一些老旧的线路呢把它整理一下，然后各自商家呢还是有能够保持原有的特色，而不是打掉重练，是要维持住原来的那种样貌。陈廷辉表示，台南市政府原有编列西门商场环境再造计划第2期，正因为一般性补助款离卡关，目前透过追加预算方式重新启动，西门商场才有重新整修的机会。伊也建议应该同时将保持历史人文故事，透过时光廊道的方式完整呈现。相信不只会当让观光零调获益，嘛更加有意义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